人咧先帶啲蓉咧，今日咧出咗個雞粒炒蓉，揀咗出嚟蓉咧要成香脆，分享俾大家咯。雞蓉炒水絲咧其實得啦，煎佢之後咧後蓉就是未了條骨嘅。食開蓉咧，煮出咧佢隻顏色得啦。加落條雞豉油、雞米汁，放啲豉油來，放少少糖來，放條羹水嚟淥潤那個。點解雞米汁咧即顏色調好啊？準備好調料咧，先一包落入來。可以落到少少蓉，蓉嘅咧，即係放多啲蓉炒下而家，放多啲蓉落咧，然後即係班陣渣炒咗一陣，加上一啲蓉咧，已經聞到香噴啦，蓉香灰啊！啲蓉隻泡咧，啲顏色咧，煎出嚟條條嘅幾靚，而家炒香落已經係熟嘅啦，都覺得落啲醬酸啦，啲豉油咧、老雞粒咧一齊倒落落嚟，反炒整完啦嘅，香味都上來啦。倒完之後咧，即係放啲隻橙架落嚟，放落去。硬炒出嚟咧，要顏色啦，要個靚啦，橙架生都可以食啊，你識得按照啊，點樣都可以烚喎，烚喎，而家可能特菜炒協簡單啊，要好食。好正，硬做出嚟啲菜咧，要鮮要爽，要好下飯，呢個成品兩杯仔咧，吃啱啊，大家中意就點讚支持一條。